為了應付這屆白沙屯媽的進香活動，氣象署呢是特別安排行動氣象站專程來跟隊，來提供沿路即時的氣象資訊。白沙屯媽祖這個禮拜就要起駕咯，今年有46萬人報名進香，氣象署嘛頭一擺派人派行動氣象儀沿路對咧行，民眾佇現場當掃 QR code，就當看到白沙屯媽祖進香專區的網頁，上即時的進香氣象資訊。是氣象署真的是首創，我們有一台行動的氣象儀。那這個行動氣象儀呢，它可以隨着我們在跟着進香的那個信眾在走的過程中，去測量當時的溫度。那個隨走的途中，我們會有一個 QR code 提供，讓民眾可以掃描。民眾掃描這個 QR code 之後，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氣象資訊。天氣方面，氣象署講拜五各日頭好天燒落，高溫佇29度到34度迄卡兜，好天會持續到後禮拜2方面接近，西到北部會落雨，那後禮拜3方面通過北部東半部攏會落準雨，氣溫會變較涼。下周一以前的話，基本上都是以比較天氣是比較偏悶熱的一個狀況，而且這個雨的話也都是算是相當的零星。那下周2跟下周3的時候，因為有一道微弱鋒面逐漸接近並且通過的一個狀況之下，在北高東地區都是會有一些轉雨的一個情況出現。那原本佇關島東南邊的熱帶性低氣壓，氣象署講已經結束風台升落去，目前煞往在北邊震動，預測對台灣無直接的影響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